林的高坑乡公所甲满园社区推广在地农产，邀请到在地小农来教导社区的民众，大家比创意，把这个往来做成各种好食的料理。 为了推广在地农产，高坑乡公所和满园社区向水保局申请经费，提出农游体验计划，即要邀请在地小农来教社区民众往来知识，而且嘛特别针对菜色季节分级来甲民众做说明。我要把 NG 果用在食品或二次加工，我教导观众，倒不如我直接 教导他们怎么去操作。往来除了会当做饮往来加工品，嘛当做真侪种好食的料理。经济用途，互你知影讲菜色季节水摆拢有优点。吃起来跟一般市面上的凤梨是一模一样的。凤梨也可以拿来做硬凤梨，硬凤梨的虱目鱼肚，然后也有就是硬凤梨苦瓜鸡汤。其实无论地优良倒一种顶级，相信上了一摆课程，互民众更知影要如何伫咧市啊买水果。 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